每年嘅端午節，香港好多地區都會舉辦龍舟競渡比賽，其中係大澳除咗競渡之外，仲有一個特色民族活動——龍舟遊涌。大澳位於香港嘅西端，廣東珠江出海口嘅東岸，海灣水道係自然嘅避風港，因而大澳成為漁民嘅基地。大澳水道密集，兩岸築有棚屋，滲透住濃厚嘅漁村氣息。遊涌儀式主要由大澳嘅爬艇行、鮮魚行同埋合心堂三個傳統漁業行會舉辦。端午節嘅早上，三個漁業行會到寶珠潭山邊採青，再到各廟宇進行接神儀式，將大澳關帝廟、天后廟、楊侯古廟同埋洪聖廟四間廟嘅神靈請安放在神艇上，再由龍舟拖行巡遊，沿途焚燒冥鏹祭水中幽魂，藉此潔淨社區，驅除瘟疫，保佑居民身體健康以及平安。咁喺遊涌過程裏邊咧，嗰啲1、2、3涌啊，對岸上啲居民咧、漁民咧，家家戶戶都咁等嗰啲船嚟嘅，所以呢個一路做到先變咗就由傳統當為一個驅邪，到而家變成咗一個活動嚟㗎啦。巡遊活動後，果然瘟疫逐步消除，居民心存感恩，此後一直保持端午龍舟遊涌嘅習俗。大澳端午龍舟遊涌亦喺2011年被列為香港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。咁樣我哋啲大澳人咧，亦都好驕傲。咁啊，加上多啲宣傳啊，咁啊多好多遊客知道大澳嘅遊涌。今年政府着力推廣非遺文化，發展局常任秘書長何佩玲亦都有參與到遊涌嘅活動中，喺船上與沿岸觀禮嘅市民遊客揮手打招呼。今次咧已經係我第2次嚟啦，咁我哋頭先咧都同即係主席啊佢哋同埋其他朋友咧一齊咧去做遊涌，個感覺咧都好深刻，對大澳嘅歷史啦又加咗一重嘅認識啦，對合心堂啊、對鮮魚行啊呢啲一路有好悠久歷史漁民機構咧，咁啊多咗一個即係好大嘅一個親切感。呢個項目咧，除咗咧能夠可以凝聚大澳居民團結互助，同時咧亦都可以加強大眾對本地傳統文化嘅認識，將珍貴嘅傳統文化代代相傳。大澳端午遊涌嘅特色非遺活動以及當日有10幾支隊伍參與嘅龍舟競渡比賽，吸引咗大量遊客喺端午節當日專程嚟到大澳觀看儀式，感受節日氣氛。今日5月初5，咁就我哋大澳咧就每年一度嘅端午競渡賀端陽，亦都有傳統龍舟遊涌嘅項目。主要咧今日咧好多年輕人參與嘅活動咧，咁佢哋都好想承傳呢個活動落去，因為我哋大澳已經係100幾年嘅歷史，一直咧承先啟後咁延續落去嘅。